我是真统不了。刚刚啊，那你刚刚那题没有把球带来？刚刚有个龟孙子哦，说我是统促党的，我真的不是统促党，为什么？我被狼哥教训骂过。怎么说呢？他虽然是我们江湖上的大哥啊，但是我真的从来不支持这样子的统一方式啊。啊，这个龟儿子居然说我是统促党，我真的是，我只能说我捅你妈个逼啊！我支持我大哥的想法，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做法。公边怎么没叫我们去？就没有客人这一个。就是没有客人，才叫不是啦客人。哎，不是，彪悍啊，彪悍啊，你是不是没有话可以说了？啊，你是不是没有话可以说了啊？你除了可以操弄那个什么两岸啊，什么党派啊，你还有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吗？我统促党的，我跟张景雄都统促党，后面有人在支持我，你有病吗？啊，我臭你无大，你知道？真正的，我这样讲好了啦。狼哥呢是我们的大哥，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我也没有加入统促党。那统促党呢，跟我呢也没有密切的关系，从来不是。哦，我现在否认。如果你能够拿出证据，你可以证明我是统促党的，今天我输你。如果不能，我告诉你，我就告你。我告你以外，我帮张景雄也告你。我操你妈了个逼！我讲真的啦，我什么党的？我什么党都不是啦。啊！你妈个老鸡巴！你什么鸡巴毛？我讲真的啦。你扒着他妈民进党吸民进党的奶水，你还会干嘛啊？怎样？我们站在民进党这边不行是不是？啊！我什么党？我什么党都不是啦。我台湾民众党啦，可不可以？啊，你有话多吗？大家都知道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从来不支持柯 P， 但是我对于台湾民众党的感想呢，非常好。虽然我没有加入台湾民众党，但是我也不是统促党。我支持台湾统一，但是不是这样子的方法统一。我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，但是我是中华民族在台湾，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炎黄子孙。你是什么？你假晒，你想想。我这一篇直播谁都可以转播，但是不要剪辑。哦，不要剪辑。我讲真的，我再讲一遍，老子不是统促党的。哦。大家有没有兴趣听一听呢？当时呢，你们彪悍哥啊，怎么去跟那个爬哥啊，去外面开堂口的故事啊？好，我再讲一次啊！啊，你懂你们唔知你的历史吗？干你娘的老鸡巴！你为什么混不落去？啊！我竹联帮算是他妈混很久了啦，你的故事我不知道吗？你跟你们爬哥的故事我不知道吗？你们怎么去外面开堂口？他妈怎么被人家灭堂的？我不知道吗？你想清楚哦！再来就是我爆你的料哦！啊，你不是混得好而转业，不是像我这样，老子不是混不下去的，老子只是换个跑道继续混而已，跟你完全不一样，是混不下去的啦！我告诉你，你不信，你就把你的黑历史爆出来，你怎么被人家灭的？不信大家试试看。